听到这个声，就表示爱现爷啊咯。妈祖，你要住倒位？伫古早以前，本港庄边仔有一条溪，定定做大水。大水无情，强在灌入去规个本港庄仔内，干那要偌忝咧，规庄头拢互大水拆食落腹。有财产，因甲无财产；无财产的，因甲强要互鬼掠去。有一当热天做风台，风袂输小狗，哭哭吼，雨水亲像规塘水用倒的同款。本港庄的人家又搁因甲凄惨落魄了。过长工，风台过去了后，大家发现溪中有一身神明点点踩伫石头顶，我紧斟酌甲看，欢喜相报，是妈祖婆呢。妈祖婆介灵啥呢？既然来到咱遮，就是要来甲咱保庇啦。保庇咱袂过淹水啦，咱家正起来，起庙福大，大家凄凄查查，就安尼决定。毋过妈祖婆爱住倒位较好咧？本港庄互这条溪挂做两边，南边庄的庄民讲。妈祖婆较活阮这边，就互阮请来服侍啦。北边庄的庄民当然袂使输阵，见做真讲，无哦，较安怎看，嘛是较活阮北边才对。咱北边小妈小两，大家冤家娘济，谁嘛无想要让步。几啊天过去，两边的庄民相拄，敢若目睭相迎，谁嘛想无报。到伫规庄头无可奈何土大开的时阵，一个囡仔伫边仔细细声讲：“啊，倒两边比赛就好咯。”大家才觉醒。话讲，对啦，来比赛啦！摕一项两边拢有的物件来比赛啦。也毋过是要摕啥物来比赛较好咧？有人提议讲，要无灌水来比，好无？两边庄头拢有井。对两边的井内底灌一桶水来，是有影简单佮公平的代志。大家怎安尼决定？第二天午时，各庄对家己庄内的井灌同款一桶水来称重，看倒一边的水较重，就决定妈祖婆要住倒位。两边的头人嘛提议爱甲妈祖婆尊存一下，两个头人做伙伫妈祖婆头前点香禀报这件代志，佮跋杯请求妈祖婆的允准。妈祖婆可能嘛感觉真趣味，头先四三个笑杯，后来听候一困啊。佮稳啊禀报一摆，一声就互因三个圣杯稳咯。北边庄的庄民长去庄里，想来想去，同款桶啊灌水比重，要安怎灌才会赢咧？
大家想半步，想甲目头甲规球嘛变无步。活暗头啊，雄雄有一个庄民撞入去头人因兜，规身躯大粒汗、细粒汗，全家下箍家未分火，讲我有办法咯。头人赶紧互伊一杯茶，请伊坐咧哮喘，看讲。伊未顾得哮喘啉茶，就紧甲头人讲：盐啦，用盐就会使比因的水较重。这招果然是高明技巧。盐若用入去钱水内底，增加重量，佫看袂出来。头人紧叫人通知大家，将厝内底的盐拢总交出来。伫第二天要挂钱水比赛进前，偷偷掺入去水内，佫搅咧，互盐扬甲足焦匀，才打起庆动。比赛结果，用脚头乌想嘛知。北冰庄赢了，妈祖婆就安尼请来北冰庄服侍。庄民为妈祖婆起一间妈祖庙，或者朝天宫。遮尔巧的庄民，感觉家己并无戆，互人叫做笨港，实在真毋愿。因为住伫溪的北边，怎安尼号做北港？南冰庄就改做南港。必须的南港一直保持100多年来拢无改变的庄脚姑娘模样，一步一脚印，安分过日。北港就完全无共咯。妈祖婆实在有灵有性，真是保庇迄条溪豆豆袂过淹水啊！有求必应的心力，是全家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就算老历时信徒小下小客，客家北港小镇无骹路通行。大家也是烧钱来拜拜求平安，北港嘛缀咧闹热起来，成做世界有名的宗教圣地。